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早晨，我係5D 班嘅梁樂晴。我係5D 班嘅馮繼賢。詩為勿念，秀音莫忘，出自清代詩人朱柏勞嘅《治家格言》。呢句格言反映咗一種家庭和諧、朋友之間互助嘅理念。朱柏勞生於清代，是一位詩人和學者，以其文學成就和家訓而聞名。《治家格言》一書中總結了許多關於家庭教育和人際關係的智慧，強調了道德修養與人際和諧。這部經典著作道出和諧家庭的建立之道，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儒家的倫理道德，影響了無數代中國家庭。詩為勿念，秀音莫忘。呢句格言十分有意義。詩為勿念，即使給予他人幫助時不求回報，都唔需要掛念。呢種無私嘅奉獻精神，體現咗高尚嘅品德修養。秀音莫忘係指接受他人恩惠時，要時常心懷感激，銘記於心。感恩之心係做人嘅基本美德，都係維繫人際關係嘅重要紐帶。這句格言正正提醒了我們孝親的重要性。父母及長輩對我們付出和支持，作為子女應該銘記他們的恩情，感激他們的養育之恩。孝親盡心愛父母，這不僅是學校的教導，更是我們應該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的美德。孝親不僅在家庭內體現，都可以擴展到對他人嘅關心同埋幫助。我哋喺屋企學到嘅美德，延伸到朋友同學之間，大家互助互愛，共同營造溫暖和諧嘅社區環境。例如，我哋可以主動關心鄰居，喺佢哋需要時伸出援手，積極參與社區活動，為共同家園貢獻力量。詩為同埋秀音係關係喺更廣泛之人際交往中同樣適用，係建立和諧社區嘅基石。希望大家能實踐這句格言的精神，除了孝順家人，與他人相處時，謹記要互助互愛，懷着真誠感恩的心對待他人。多謝大家。